今年上半年，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989.6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5.9%，全线累计发送货物1004.9万吨，其中国内段665.7万吨，同比增长7.1%，国外段339.2万吨，同比增长33.4%。客货运输齐头并进，拉动了中老两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。今年上半年，中老铁路货物运输持续增长，开行货物列车9181列，其中运输老挝和泰国的榴莲、山竹等进口水果4916箱9.6万吨，同比增长5.6万吨，增幅140.2%。铁路部门充分发挥中老铁路、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品牌优势，研究中老泰铁路直通货源组织和水果抢运方案，明确进口水果精品班列开行时间，班列到达卸车后，再次组织空车上线运行，仅需180分钟，高效完成磨憨铁路口岸扩能、改造和智慧口岸1期工程。磨憨口岸货物列车检查试验每日可完成700余辆，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辐射范围内的生产企业、货源集散地、公路港和港口设立站外站，实现铁路场站加综合园区功能加持，释放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能力，带动了中老铁路沿线旅游业、果蔬业、木浆业等产业蓬勃发展。